比賽就係跑步，一齊玩啦！撳下面，撳呢個就要加速第一關，和同埋通過。我要跑快啲，我比你快啊！我要贏啊！我先贏啊！哎呀，我輸咗啦！咩？有得到5蚊嘅人就係通過，係一個媽媽參加比賽，加油！你哋兩個好，我要努力先跑。嘿呀！我先贏啦！哎喲，我輸咗啦！耶，我好開心啊！加油！下一班係 Lily， 我先贏啦！啊，好煩啊呢個人。第二場係媽媽贏，下一班係 Lily 同媽媽一齊比賽。我要贏啦！哎呀，我輸咗啦！得到一個係30蚊，恭喜你得到100蚊。我哋一齊玩嘅就係一個係籃球比賽，3、2、1，嘿咻，耶！咦，嘿咻，耶！咦，嘿喲！哎呀，我冇錢啊，因為你輸咗啦，媽媽，好煩啊！呢個係參賽者，結束遊戲，拜拜。